在雪中的江湖中，武夫以破甲的数量来评判实力的品级。2品小宗师以上的武夫在战场上就已经算是顶级大高手了，1品境界的宗师更是沙场上100人敌甚至1000人敌的存在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当中那些武夫和军队之间的经典之战。第一个，吴家九剑破万骑。吴家九剑破万骑是当年江湖上的神话，也是无数剑客心目当中难以置信的一个巅峰。九剑破万骑，这是何等的威风啊！当初吴家九剑去到北莽是去办一件什么事情，书中并没有明确的说出来。不过当他们返回的时候，却受到北莽1万骑兵的追杀。9位剑客当中有2位是天象镜，至少有1位是指玄，其余6位负责打辅助，9人组成剑阵，硬生生的拖死了北莽这1万铁骑。不过9大高手也死伤惨重，最后只有3位回到吴家，这3位也都受了不可治愈的重伤。第二个，西蜀剑皇1人守一城。徐骁带领徐家军灭西蜀的时候，最后关头遇到了宁死不退的西蜀剑皇。当时的西蜀将要亡国，西蜀剑皇心存死志，想要以身殉国，1人守一城，对上徐家铁骑，在身后就是西蜀皇城的情况下，他退无可退。这种情况下，一心求死的他，面对徐家军的围攻，还有多位死士的袭击，身处金刚境的他，最终杀死了800位徐家军。力竭后被徐家铁骑给碾成肉泥，壮烈的战死。如果他的境界再高一点，领悟一些指玄的秘术，或者掌握有天象镜的换气功法的话，徐家军没有那么轻易的拿下他，即便最终杀死他，付出的代价或许要多出1倍呀。在雪中江湖当中，武夫以破甲的数量来评判实力和品级。那么原著都有哪些武夫大战军队的经典战斗呢？第3个，韩雕寺神武城外杀徐凤年。因为徐凤年杀死了赵凯，所以作为赵凯师傅的韩雕寺便要杀了徐凤年报仇。当时的人毛韩雕寺是落地神仙之下无敌的人物，指玄境中排名第2。多年的时间里，无数1品高手死在他的手上。擅长指玄杀天象的他，连当时武道小有成就的徐凤年都拿他没办法。神武城外，面对孤身而来的韩雕寺，徐凤年带了骑兵冲杀韩雕寺。当年徐凤年带领的骑兵大概有1000，身边还有不少死士和高手。可韩雕寺如入无人之境一样，面对骑兵的冲杀游刃有余，短短的时间就杀了600多位骑兵。看骑兵缠不住韩雕寺，天象境的徐英被克制，王小平的剑也奈何不了韩雕寺。于是徐凤年只能以自己为诱饵做局，让韩雕寺近身，生死关头之时，借随血谷的地仙一剑将韩雕寺给击杀。这一战因为韩雕寺的主要目的是杀徐凤年，所以并没有过多的和骑兵纠缠，因此只杀了600骑。如果真的要赶尽杀绝的话，这1000多骑都不够他杀的。第4个，洛阳绞杀北莽骑兵。北莽的大魔头洛阳曾经搅动了无边的风云，当年的他2次孤身杀穿北莽，一路杀到北莽皇室之前，数万骑兵也挡不住他的脚步，最终还是军神拓跋菩萨出手才拦住他。像洛阳这种级别的高手，只有不被拖入骑兵的战阵当中游走杀敌的情况下，骑兵是没办法追上他的。只要心存死志，想走还是很容易的。这一战洛阳杀死的北莽骑兵无数，初步估计至少是杀了几千骑以上。除了骑兵之外，北莽诸网的死士也死了一堆在他手上。在雪中江湖中，武夫以破甲的数量来评判实力和品级。2品小宗师以上的武夫在战场上就已经算是顶级大高手了，1品境界的宗师更是沙场上100人敌甚至1000人敌的存在。那么江湖当中都有哪些武夫和军队之间的经典之战呢？第5个，李淳罡1剑破甲2600。老剑神李淳罡的巅峰一战，同时也是他的谢幕之战。广陵江畔，广陵王赵毅带领3000骑兵围杀徐凤年，要给自己的儿子争个世袭罔替。当时的徐凤年身边只有李淳罡了，看好徐凤年的他也是最后一次出手帮他。巅峰一战，李淳罡1人带个拖油瓶徐凤年独对3000铁骑，奇迹流转，千里后又破百里，达到此生巅峰的天人境界，一气一剑破甲2600，短短半个时辰将这一队帝国精锐杀到只剩400骑。广陵王被杀到胆寒，最终在李淳罡的绝对实力还有徐凤年的威胁下选择了撤退。这一战是李淳罡的巅峰，也是所有剑客的巅峰，不管是前人还是后世，都没有剑客能够达到这个层次。第6个，18宗师据北城大战40万北莽铁骑。最惨烈的武夫和军队大战就是18宗师据北城大战40万北莽铁骑了。两莽大战的最终战上，以徐凤年为首的18位宗师各自分散镇守在城门处。这一战光是陆地神仙级的强者就有4位以上，18宗师面对的不止40万大军围杀，还有那北莽高手的牵制。
势，最终8位宗师战死。战死的宗师中还有指玄、有天象，甚至还有陆地神仙。不过他们挡住了40万大军，为两莽大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